轉轉彎，會快快解決了問題。默默看，細細想，腦裏會轉出新方向。一理通百理明，明白了計算可變簡單。全心探討數學，令道理答案終會找到。今日我哋嘅節目已經接近尾聲，又到咗我哋同電視機旁邊嘅小朋友玩問答遊戲嘅時間啦。係啊，如果答中問題咧，就有機會咧贏取一份名貴嘅禮物。係咩禮物嚟嘅咧？係一部好靚嘅單車。好啊，咁你快啲講條問題嚟聽下。條問題係有一個魚缸長60厘米，闊50厘米，高30厘米。另外一個魚缸長闊高都係45厘米。問邊個魚缸嘅體積大啲呢？同埋體積大咗幾多？各位小朋友，如果你哋知道答案嘅話，就連同計算步驟一齊寄嚟電視台兒童節目主持人收。而得獎者咧會喺下次節目時間內揭曉。哇，好嘢！答啱問題可能會贏架單車。家姐啊，不如我試下參加咯。好啊，你去參加。唉，條數咁難，點計啊？一個長啲，一個高啲。家姐啊，邊個魚缸嘅體積大啲啊？而家係邊個參加先？家姐啊，唔該你幫下手啦。好啦，咁你先話俾我知呢兩個魚缸分別係屬於邊一種立體圖形噶？呢個長60厘米，闊50厘米，高30厘米嘅魚缸係屬於長方體，而呢個長45厘米，闊45厘米，高又係45厘米嘅魚缸係屬於正方體。啱啦，知道佢哋係邊一種立體圖形，咁又點知邊個體積大啲啊？其實只要你識得計算長方體同埋正方體嘅體積，咁我哋就會知道邊個魚缸嘅體積大啲噶啦。咁點計算佢哋嘅體積啊？嗱，等我哋一齊研究下。不過我先考下你，你知唔知道體積嘅單位啊？立方厘米同立方米。啱啦。揾長方體同正方體嘅體積，可以利用長、闊、高都係1厘米嘅膠粒。呢啲膠粒體積都係1立方厘米，用佢哋嚟砌成一啲立體圖形嘅。好似呢個長方體一共有3層，每層由4行，每行2粒嘅膠粒組成。你知唔知呢個長方體總共由幾多粒膠粒組成呢？底層係4乘以2，再乘以層數3，就可以計出呢個長方體總共有24粒膠粒啦。啱啦，而每粒膠粒嘅體積係1立方厘米。呢個長方體總共有24粒膠粒。咁呢個長方體嘅體積係幾多立方厘米呢？24立方厘米咯。係啦，其實你頭先已經講出計算呢個長方體嘅體積啦。係咩？你試下利用啲膠粒嚟揾出呢個長方體嘅長、闊同埋高係幾多厘米？呢個長方體有3層，每層有4行，每行有2粒膠粒，即係話長係4厘米，闊係2厘米，高係3厘米。你有冇發覺呢個長方體嘅長、闊、高同佢嘅體積有咩關係呢？4乘以2再乘以3，咪即係24咯。咦，今日知道長方體嘅體積？冇錯啦。咁你試下計下呢個長方體總共有幾多粒膠粒？呢個長方體係5乘以2再乘以4，即係一共有40粒膠粒。再問你啦，
佢嘅體積係幾多啊？長方體嘅長係5厘米，闊係2厘米，高係4厘米。再將呢3個數乘埋，個答案係40立方厘米。咁我哋而家將頭先嗰兩個長方體嘅長、闊、高同佢嘅體積寫落呢張紙上面，然後你再話俾我知計算長方體體積嘅公式啊。好啊。長方體 A 嘅長係4厘米，闊2厘米，高3厘米，體積係24立方厘米。長方體 B 嘅長係5厘米，闊係2厘米，高4厘米，體積就係40立方厘米。由於24係由4乘2乘3得出嚟，同埋40係由5乘2乘4得出嚟，所以長方體體積係長乘闊乘高。啱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又睇下呢個長、闊、高都係3厘米嘅正方體，你而家揾出佢由幾多粒膠粒組成，而佢嘅體積又係幾多呢？正方體其實都可以好似頭先嘅長方體咁，用揾底層膠粒數目同層數嘅方法。呢個正方體總共有3乘3再乘3，即係27粒膠粒，體積就係27立方厘米咯。你試下講出正方體體積嘅公式啊。長、闊、高都係一樣，咁即係話正方體嘅體積係邊長乘邊長再乘以邊長，即係邊長2乘3次。你頭先咪話想贏架單車翻嚟嘅，咁你而家計下嗰兩個魚缸嘅體積啊。好啊，呢個長方體魚缸嘅長係60厘米，闊係50厘米，高係30厘米，佢嘅體積係60厘米乘以50厘米再乘以30厘米，即係9萬立方厘米。呢個正方體魚缸嘅長、闊、高都係45厘米，咁佢嘅體積就係45厘米至乘3次，即係91125立方厘米。嗱，咁即係正方體魚缸嘅體積大啲啦。冇錯啦，咁大咗幾多啊？91125立方厘米減9萬立方厘米，即係話正方體魚缸體積比長方體魚缸體積大咗1125立方厘米。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計算長方體同埋正方體嘅體積㗎。例如啲商業機構運速遞公司運貨物去外地咁啦，